呢個商場有個隱藏陀螺絲兜，近乎每個星期六都會有人比賽。今日我哋走入爆旋陀螺圈子，一齊做翻個陀螺手。搞笑，冇可能，你出千一定係呢段 cut 走佢。呢度嘅人玩得有模有樣，年齡層由6歲到60歲都有。有嗌運仔婆婆啦，佢哋都嗌運仔婆婆，係啊，你完全唔似婆婆喎。加埋嚟講，你而家幾多歲？2001年動畫《爆旋陀螺》播出，前後賣出咗1億6千萬個，時至今日去到第4代。香港有個收藏家用咗成8萬買咗幾百隻陀螺。可能平時行嗰啲鋪頭見到有啊，手多多買幾隻買下變成咁唔覺，即係有時多咗可能攞嚟傳下教咁樣送俾人咁樣咯。有人為佢使錢，有人為佢收工苦練。今集 Milk 嘅 Big Bang Theory 睇下呢個90後嘅玩具，相隔20幾年，點解仲有人玩緊？喂，而家係黃昏6點半啦，我哋嚟到元朗嘅合益商場面前，因為我約咗個朋友去參加佢玩開嘅陀螺比賽，一齊做翻個陀螺選手。Let's go！ 以前合益商場咧就比較多玩具店啊、模型店或者遊戲店嘅，咁但係而家眼見咧就比較多剪頭髮或者一啲少數民族嘅鋪頭。好似見到佢。好，阿生，今日呢度有啲咩比賽咧？我哋今日搞咗呢個爆旋陀螺 X 嘅比賽。平時幾耐比賽一次㗎？我哋平時大概2個禮拜搞一次比賽嘅。近年係咪多咗啲聚會可以喺商場嗰度一齊玩，或者多唔多啲會一齊玩？而家普遍都坊間都多咗人搞。以前我哋細個咁，我哋冇咁多地方可以玩，咁細個就可以喺公園嗰度玩。咁而家就可以舒服啲，喺啲室內嘅場地撐住冷氣咁樣玩樂之嘅。但係呢間鋪初初成立嘅目的就係俾我哋一班股東去玩陀螺。其實即係除咗入比賽物資，好多都係你哋自己啲師傅嘅嘢。係啊，你見到而家嗰個最大嗰個就係以前上一個世代激爆世代嗰個4人對戰盤。哦，哇，好鬼大個喎！係啊，仲大過個雪櫃面㗎喎。 90後嘅阿新玩咗陀螺24年，最初同朋友喺公園同其他地方遊擊咁樣聚會，之後成班人一齊喺2019年夾租，慢慢組織一個陀螺會，而家仲吸引咗唔同年齡層嘅人嚟玩。我相信19位參賽者已經喺齊度啦。3、2、1，Go shot！比數1比3，雙方可以調換陀螺順序。1、2，Go shot！有嗌運仔婆婆啦，佢哋都嗌運仔婆婆，係啊，你完全唔似婆婆喎。加埋嚟講，你而家幾多歲？65歲，你講大咋？唔係啊，想俾長者卡你睇啊！唔使咁，因為初我先識你呢度玩咧，咁佢唔識路，咁我帶你上嚟咯。係啦，咁帶下玩咧，咁好似都融入咗去同佢哋玩。因為我以前好多地方冇去嘅，而家跟佢哋去好多地方都跟住佢哋遊。即係有比賽就跟住跟佢佢哋去。哇！有請爆旋陀螺 X 回饋杯總冠軍梁偉傑先生。啦，我就好記得嘅嗰陣時，我哋就攞住個陀螺盤，坐喺公園嗰度，就係咁玩到11點幾12點，發現唔得喎，咁不如自己搞啦，即係自己有個地方俾大家聚會啦。當初個物資咧就多得大家嘅捐獻，有個保安爺爺啦，就好人嘅，問我要唔要啲台，估唔到連雪櫃都有。咁而家咧係9點55分啦。但係咧冷氣熄晒啦，啲人都係唔願走，要繼續喺度玩，證明佢哋真係好中意玩呢個玩具或者玩意啦。爆旋陀螺係日本玩具廠家塔加拿製造，當時佢哋嘅宗旨係將舊玩具重新包裝再推出，例如彈珠人就係佢哋成名作之一。之後佢哋就將目標放喺陀螺上，分別推出過雪姬哥瑪同 Battle Top， 但都係失敗告終。去到1999年就再推出爆旋陀螺，不過當時反應都麻麻。2001年東京電視台將爆旋陀螺動畫化，就將呢個玩具推上巔峰，全球賣出超過1億6千萬個。嗰陣仲揾嚟郭富城唱中文版主題曲，阿新都係嗰個時候開始玩陀螺。我由細個小學1年級開始玩陀螺，嗰陣時細個冇咁多手機啦，咁電視播咩卡通就玩啲咩咯，播超速兒就玩搖搖啦，咁玩陀螺就玩陀螺。2018年咁上下啦，咁啊出咗激爆戰紋，咁就有開始出去比賽嘅，咁同人哋玩就覺得啊幾刺激喎。
咁同到啲志同道合嘅人玩又啱傾，咁啊一路玩到而家。玩陀螺你唯一控制到嘅地方就係你拉落盤嗰下，我覺得好玩嘅就係呢樣嘢刺激。2004年爆旋陀螺漫畫完結之後，其他唔同系列嘅陀螺動漫都相繼出現，即使到而家可以喺電視或者 YouTube 都睇到，而玩具都越出越多款式。都係啲第一世代嗰啲爆轉世代嗰啲陀螺膠世代嗰啲咯，下邊嗰啲係，跟住上面呢啲就係第二世代嗰啲金屬嗰啲陀螺，跟住呢啲就係第三世代嘅呢啲就係，呢啲就第四世代嘅。哦，呢啲係復刻第四世代。係啦。80後嘅龍星由機械人、特攝、洛克人到陀螺咩都有，多到要攞間鋪嚟淨係做 display， 成個小型博物館咁。因為呢啲衫就啱啱第四世代啱啱出嘅呢啲 T 恤。T 恤你都啱。唔係諗住買嚟着，唔會介意攞嚟用或者點？我都唔會嘅呢啲。係。即係如果我攞嚟用，我會買多件。或者啲陀螺攞嚟玩，我都會買多幾隻。就有一隻一定係嘈嘅，即係有時多咗可能攞嚟傳下教咁樣送俾人咁樣咯。OK， 傳教。可能平時行過啲鋪頭見到有啊，手多多買幾隻買下變成咁唔覺。你自己計咗使咗幾多錢左右？過百萬應該有嘅。過百萬應該有。Takara 總結咗前2次推出陀螺失敗嘅原因，所以由爆旋陀螺開始就參考咗日本當時最受歡迎嘅集換式卡牌，包括遊戲王、Pokemon 同香港相對冷門嘅魔法風雲會，將卡牌融入陀螺，陀螺上面有星收，而上中下3個零件形成一個陀螺，就好似卡牌咁一張搭一張，仲有分持久型、防禦型、攻擊型、平衡型，而呢個概念保留咗之後唔同世代嘅系列之中。膠世代即係最初代聖獸嗰代，官方出咗咁多零件俾大家自由去改造，佢就係想鼓勵呢樣嘢咯，即係大家玩家自己發揮自己創意啊，自己諗啲組合出嚟啊，玩佢自己屬於佢自己嘅風格，我會咁睇。第2代就係個材料就用翻鋼鐵啊，咁會轉得耐啲咯呢代。咁去到第3個世代又變翻做膠咯，特別之處就係成隻陀螺會識解體打下。呢個膠環咧，佢官方都出咗好多唔同嘅款啦，唔同嘅形狀俾大家去改裝。咁去到第4世代又變翻用金屬做主要材料啦，同時保留翻第3世代嘅爆裂嘅元素，令到成件事就碰撞得勁啲啦，刺激啲啦。咁其實第4世代係夾雜咗前3代嘅好處，然後變咗啲金代咁樣。係因為呢代轉咗做金屬做主要材料咧，佢成個持久力就大大提升啦。當時一隻陀螺對小朋友嚟講都唔平，所以一啲大家都應該好有回憶嘅超長繩同唔同類型嘅戰鬥盤，其實都係部分文具店平價店賣嘅翻版配件。咁我嗰陣時細個冇零用錢啊嘛，都係我阿媽買。因為嗰陣時嗰個收入係日工係大概150蚊一日，冇發射器就50蚊到啦，有發射器就70蚊到。落到去自然有盤㗎嘛。有冇試過冇盤嗰陣時係點樣玩咧？我記得食滑梯嘅啫喎，係食滑梯嗰個梯尾嗰度玩嘅啫。但係佢火花鐵佢唔係啲正版嘅流通嘅嘢，啲盜版即係成次你細路仔度好容易買到嗰啲10蚊8蚊嘅。文具鋪報紙檔都有，通常嗰啲咁大個嗰啲火花鐵啦。有啲有咁細個啲火花鐵啦，日偷空佢綁埋一齊嘅，要連個底盤都要劏，3、4嚿搭埋一齊咁樣。有啲人裝戒刀啊，有冇聽過？聽過，上埋報紙添，嗰個幾發射就劏到自己隻手，搞到嗰年好多家長唔俾啲細路仔玩陀螺，就係因為呢份報紙新聞啫嘛。直至今日，為咗提高刺激感，坊間都會有唔少奇怪嘅玩法，例如玩真火，甚至用真金屬陀螺對戰。龍勝都由樓下公園玩嘅小朋友搖身一變咗陀螺選手，仲喺比賽之中認識阿新同阿 Rex。第2個世代嗰陣時打比賽嗰陣時識嘅啦，都係個傳統觀念就唔想喺你喺個電腦面前喺度打機啊嘛，所以其實我屋企有個想法就係都想我接觸啲實在啲嘅嘢咯。嗰時喺 Coco 嗰時有雜誌 Coco 同埋 Facebook 見到官方有搞比賽，我就我屋企人帶我出去打比賽。爆旋陀螺比賽由2002年開始搞，當時有6隊參賽，包括香港、韓國、台灣、美國同2隊日本隊。
當時玩法係用一隻陀螺對戰。近年日本開始視陀螺為正式運動項目，玩法都唔再係單純鬥轉得耐，改成計分制。香港每一年一屆嘅 G1 比賽就係用呢種方法啦。冠軍仲可以代表香港出席世界盃，所以對阿新同阿 West 呢啲比賽選手嚟講，絕對係最重要嘅賽事。普遍賽制就係大家3隻陀螺打3隻陀螺，3打3鬥快攞4分咯。咁首先持久勝利咧，轉定咧就可以攞到1分。對戰盤左右呢兩個窿咧，就係衝擊勝利，可以攞2分。而中間呢個大窿咧，就係極限衝擊勝利，可以攞到呢3分。咁如果打晒3隻陀螺都未夠4分咧，就可以重新排呢個次序，直到打到4分為止。因為最近官方都搞完個世界盃選拔賽，我哋個個都專心訓練，所以就冇時間去執呢度。有陣時我收咗工就會嚟呢度練習咯，可能我會練1-2個鐘。咁如果我用呢邊我打防守機嘅話咧，咁通常盡量會射喺呢啲位，歸喺角落頭位會有優勢啲，因為啲攻擊型咧會順住帶咁樣走啊嘛。咁呢度有個坑洞，咁咧佢話通常都會可以食住條軌咁樣打。少少斜嘅角度啦，左手要穩啦，咁樣完美咁匿上去就可以避開到攻擊。即係上咗個角度，跟住等幾秒，佢哋自己喺度自己走嚟走去就由佢啦。嗰幾秒迴避已經係好重要㗎啦，因為攻擊型最大力就係一落盤頭嗰2-3秒。再進階就要控制自己陀螺嘅走向，練隻手嘅穩定力，同埋要練落盤嘅角度，先可以喺比賽入邊取勝。而除咗苦練技巧之外，最重要嘅係每場比賽都要預多幾隻一模一樣嘅陀螺。因為一隻陀螺，即係我計個 percentage 個重量可以爭5到5-6% 嘅。拆公差咁，自然會想揾啲緊少少嘅零件啦，但係就會擔心嗰日比賽裁判會唔會俾你過咯？我覺得日本有時有啲低級嘅比賽咧，就會俾你即係磨損咗少少就會俾你用，但係咧去到啲高層次嘅比賽咧就唔俾你用。本所講啦，亞洲杯上年亞洲杯佢話少少崩口都唔得，佢會攞個卡尺去度你嗰個陀螺嘅 size， 少0.1 mm 都唔會俾你落場，因為陀螺都係磨損噶嘛，咁可能磨到一個程度就係可能有少磨走咗啲位啊。崩咗啊！佢都唔會俾你用咯。昔日嘅細路仔變咗大人，依然會玩同記得，就好似電影沙丘系列嘅男主角 Timothée Chalamet 曾經揸住出蘇呢個玩具，能夠走到25年，成為咗回憶。同時間可能係一個永遠唔會完嘅夢。我覺得90後絕對係最幸福嘅一代，因為嗰陣時電視興啲咩動畫就玩啲咩玩具，出到去公園揸住件玩具就可以同人哋一齊喺度玩。同而家比係咪電子產品嘅話，其實你個感覺唔同咗。而家係我又純粹係想見到啲人與人溝通嘅啫，玩都係其次，贏輸我都唔係好緊要。咁我自己就咁睇嘅，3分實力7成運啦，樂趣驅使我去咁認真去玩咯。咁我中意嘅就係陀螺，所以我就想認真俾啲時間去研究。就算你實力好強都好，咁你未必都會贏。我覺得好玩嘅就係呢樣嘢。聽講你最好打喎，同你對打睇下邊個會贏啊！我學有所成啊嘛。Ready, 3, 2, 1, go shoot！ 喂，好，衝擊勝利 ，go shoot！ 鯊魚持久獲勝，4-0啊！冇可能嘅呢件事係你出千一定係呢段 cut 走佢，呢段 cut 走佢。